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嗰本培養出間科技類嘢，大家有注意到我哋有乜嘅毛腔用呢？冇唔錯，我哋都有帶遮掩嘅哦，因為新冠肺炎原因啊，我哋都一定要帶頓遮掩嘅，真安全哦。也希望有個疫情夾過去，大家可以再強下出去聊聊。今晡日啊，我哋特別小嘅乜嘅呢，在有個無法度出去聊聊嘅時節，同大家小嘅講。我哋考科啲以前大家攏提講係對公衛鏡頭嘅角度，不過漸漸嘅其實我哋台灣自家也有生產嘅喲。我哋睇屏東哦，睇以前啊，我哋都有種可可啊。今晡日我小嘅呢係以前睇屏東起咧，可以講最早嚟種可可嘅農民朋友哦，馬上都嚟分享我哋呢。邵友講阿公，大家好，我係邵友講，來自屏東，目前點方嘅考科啲還有傳統嘅副經營，大家好。哇！分享我哋阿公哦，阿公頭頭有講到啊，其實我哋台灣嘅考科啲可可以前都係對公衛進口嘅嘛。近間呢，我哋屏東開始有睇種日本，大家哋講其實我哋台灣自家也來做啲生產有嘅可可啊，考科啲咧。聽講我哋盧卡係最早睇種嘅係咪？近10公年來講，我哋係最早嘅農民。最早種可可嘅農民。錯，係。哦，幾時節做乜嘅盧卡？去上海嚟種入嘅可可啊！嗰時候爸爸嘅舊相講，睇得長嘅木落啊，價位是一年不一，一年嘅情況數年，嗰時候就轉做咖啡，咖啡嗰時候屏東嘅咖啡又冇炒風氣啦，就講冇洋廠冇帶風氣啦，再一擺轉做成可可啊。哦，嗰時節我記得講米咧，種其實嗰首咖啡，咖啡嗰時節係算睇總鋪嘛，係咪？嗰時候名上就人家講台灣咖啡嘅故鄉係總鋪。哦，其實嗰時候屏東嘅種植面積是當多嘅。哦，其實唔可以睇數年啊，只是講今年嘅名上真係睇睇，係廣告睇睇嘅。廣告睇，要便宜嘛。阿公，你都講唐風嚟，清朝以前都睇。耕田的嘛，種咖啡，有種過薔嘅，還有種過乜嘅？老派的，晚些時候都開玩絲果喎，還有酸果。我做以前玩貴少嘅時候，貴少之前爸爸媽媽有種過酸果，6.5嘛。其實還有印象是8朵樹蛋紅炸好了出來就自家食的。真是很讓人睇鄉下細年人哦，有那種嘅經驗，那種嘅印象，我告訴啊，我有乜嘅好食咧都送去摘。本人看到都下來都打師傅。哇！你都講你過後你人弄唔開呢，答案夠咗嘛嘅下來。你對於我嚟講，其實萬事都睇。農事嘅經驗真豐富嘅吼，就講就我就去玩事，就去睇農事，就睇搶嘅鹽嘅地杯睇，搶嘅對地杯睇。真是我哋屏東就對一些年嘅大部分哦，真係本搶嘅肉睇嘅。唔過因為爸爸看到搶嘅目錄，真想講來轉型，又轉嚟咖啡，真嚟選到可可嘛。幾時節？咖啡果冇按嘅豐富，可以來炒紅來嘅時節，做乜嘅會想到來種可可？伊嘅構想是講台灣係世界上大嘅飲品，茶、咖啡、可可啊。茶睇平地可以種嘅條件可能數本3單方。你啲人攏係睇算平地，冇睇上方啱好嘅產業條件啊。就講咖啡有種誒，品質唔會差，就會輸人家輸一些。就再轉做一擺可可。在太淡，爸爸做事情有伊嘅眼光，還有伊真太淡嘅伊啲想法。伊講我種會出書誒，打會出歌聲，我就做會出伊啲好嘅考科啲嘅產品。其實就真是頭下用嚟去引進一個種誒來種咯。就透過睇外國嘅睇台灣人睇印尼嗰邊有從事伊啲南化經驗，嗰邊印尼本身就係種出口可可生態伊啲國家，嗰時候就對透過一些朋友嘅關係想辦法引進嚟嘅。嗰個嗰邊嘅氣候同台灣其實差無一度嘛。唔一樣，水分嘛可以落千多伊啲天氣啊。嗰個可可適合一種環境。熱帶嘅伊啲熱帶。
啊，完清重水的伊个植物。台湾屏东就轻适合嘛。啊，你引进来之后，一路上诶，都可以大过诶。伊上个条件轻简单，只有那摆温度、水分还有奶质，大部分拢会上。啊，这时间你引进来之后，都无乜嘅困难，佢都可以马上上会清好安尼嘛。就照顾啊，皮料水完而剪拍嘅地位拢基本的啊，拢爱对。比如说，爸爸就查书嘛，看书啊，很安尼查明录一些资料啊，讲有乜品种啊，样的照顾的条件啊。其实应该来讲，因为这个种田啊，有青岛的农事的经验，种一个可可应该系算最困难的部分。应该个困难的系讲，伊大过的之后，后时咪要用慢处理，知道吗？那么加工。台湾之前完全冇资料。系啊，你按照引进年代种成功诶，这时间应该也冇人睇输可可啊嘅。冇啊，就铁架啊，我哋算太面积的算也是工人来讲诶铁架。听到人讲，中安你时做嘛嘅。系啊，这时间大家都冇想到。所以讲，我就可能听脑消化嘅感觉。系啊，这时间种诶输诶。研究一久诶，这样可以真是有推出一个可可啊嘅成品。大过之后，应该再过2年过2年，其实咱开始引进来台湾，咱开始来模型上去拜访人家又唔系讲人家嘛唔记得讲中间要用加工，因咱伫讲后面要用的制作，制作同中间加工是两回事。嘅原料已经出来嘅。果实打出来的，用的发酵、用的晒、用的糯、用的烘、用的台烘、用的糯，这是另外一个技术的层次面嚟嘅。你其實咩階段都冇咁用咧，完全冇用。種係啲階段加工都生出嘅，人哋講嘅最基本嘅靠佢啲係啲階段，好冇？應該講到伊嘅洗澡嘅發酵到洗澡就係伊嘅階段。中間咧還愛下一步還愛經過伊嘅機器嘅加工。還有另外的階段，做成烤客的又係另外師傅的階段。哇！你去中間係同爸爸能，還有陸卡人啊，共下嚟，媽媽還有其他朋友共下做。佢陸卡人全部嚟做一個實驗，哇，冇簡單嘅。你做乜嘅好市民講，我想講要來成立一個品牌，你這個陸卡嘅小屋超市咖啡一個品牌，係啊。就睇到伊嘅英文用則，伊嘅選擇同我哋嘅後市嘅唔同樣。就講我哋選擇有啲產品就會選擇我哋嘅對我哋嘅後屋，後市，後屋有啲名詞，真有印象嘅名嘅落款嘅有啲產品又加上英文有伊嘅音又真集權嘅。有幾少買唔到青島嘅名嘅青島。有透過青島人去參考啊，去問啊，佢講冇不如就用我哋嘅名嘅落款嘅地位，係啊。用這個陸卡嘅名，用這個姓氏嚟講，我哋都打出一個名上。你等下阿公我想去請教一下，可能按後生有談講，有從爸爸聽書嘛。幾時間有爸爸聽書嘅時間，差唔多一到四啊。高中啊，高中啊。高中都睇聽書嘅。我應該講國小就睇聽書。國小最小的童工。你爸爸出去嘅潛嘅種嘅嗰度，也有帶人出去啊？有帶我出去啊。你可以講一下講人嘅時間出去用辦去看去潛一度用嘅過來。去了解一定嘅種植嘅條件，奶質。水要用嘅要有一道水，種植嘅面積就講有1分地適合種一道頭，那還有講伊嘅品種，伊嘅果實，全部嘅條件去行過100，爸爸能有信心講，又來引進。你其實人哋屏東嘅氣候，適合有嘅可可，其他像台東嗰邊同屏東唔係差唔多嘛？台東嘅風是台啊，風啊。嘅風會影響咯。落山風，伊個樹，唔看樹葉嘅面積是，伊葉嘅面積是按台，幾條樹嘅伊個樹風面台。台風來嘅時候，天地假使對東部來嘅台風是會同幾樣嘅
发草啊，输的这片的收的谷呢，所以这片啊有啊冬天的时候这片嘛加过了，系有啲东西吃不就减寒。哦，嗰所酸风咧行喺人哋屏东最适合。屏东嗰向到台南拢蛮可以啦。嗰邊一些到台南，更加到中埔見啦，咪用中。毋過在北方就個無按適合嘅。哦，毋過最好嘅行喺睇人哋南部嗰邊。南部條件會較好。哦，安尼阿公，自家對按時開始同爸爸聽書一路行到而家，自家會唔會感覺做嘢嘅真辛苦啊？辛苦是一定會啊，做某個事情攏無輕鬆嘅一面啊。係啊，唔可以到伊個成就、伊個經驗，一定會花時間。啊，毋過嗰時陣看，國小、國中、高中，喺人哋對人哋嚟講，喺條讀書也係條動了嘅時間啦。咁嘛，跟有一個我有心情停頓爸爸嚟做一啲事情。心情啊，就唔好讀書啊。其實如果講唔好讀書，啊，這個嗰時候停頓爸爸做，自己也有興趣安尼。愈久誒就會縮書誒。啊，身上還可以出國去撩一下看一下。對，伊個經驗啊，伊個機會啊，你講你講，反正你唔好讀書嘛，就繼續讀到出國，繼續又話佢考試誒，就搞講同人講，要考試誒呢，你看人講，等下出去啊，安尼發圖喏，冇法度啊，都聽書嘛吼。不過安尼算好咧，也真奇妙啦。你講可以順手去看一下無重要嘅世界，學習一下無重要嘅東西。觀眾朋友，真是無簡單啊！你看第一咧，來中國個做考科啲，哇，花很久嘅時間。不過後面還有兩版嘅故事呢，讓人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分享哦。前面啊，同阿公來分享講，真是我來重要嘅課課啊，今日係特別走到公園去學引進一個用嘅呢。不過總成功嘅會唔會按樣版來加工呢？繼續來請教阿公咯。阿公，你頭頭有講到，其實做考科啲書上嘅課課嘅印嘅咧，種咗之後，會唔會行去加工？感覺加工地步最重要嘅步驟係哪一個？其實每一步攏清楚了，可是到鮮美嘅時候，對種嘅時候，總得講先。前邊呢，個是細粒嘅，表示講伊要油脂上面都無安好。等就開始嘅時候嘛，睇按到不清楚嘅字下，去引進來，安尼之後再聽一批嘅時候，自家再選過後種嘅，再繼續嘅繁衍出來呢，種植出來。你自家做按到，你講米咧都清楚了嘛？你自家感覺講，一個米咧步驟地步，最辛苦、最愛耐心嘅係哪一個工作噶？應該係最我哋講時間要曬頭嘅時候，同爸爸曬頭同發酵嘅時候，因為發酵可能佢上面就會開始來變頭嘅。變一堆裡，在變上面都適應的時候看天氣，看發酵的狀況。變開的時候要曬一個禮拜，曬的時候要拿出。哦，這是最辛苦的部分。因為青蟲嘛。係啊，做考科啲嘅時候是睇人去揀嘅做啊。我聽講啊，一個發酵啊是決定講嘅，後時面考科啲佢切開啲風味，佢一個米頭嘅步驟真重要，錯冇？嗰種米咧發酵嘅溫度也係講佢個長度時間嗰條地步，喺米價都用失敗無共用。差千度哦。米價嘅做法同伊個條件，伊個發酵嘅條件，也還有個中嘅桶嘅啊，我講不管係塑膠嘅嘛好，桶薯條嘅嘛好，嘛個桶嘅上嘅嘛好，伊條件做起來嘅方式就無共用。嗰種係更加吼，根本你用塑膠嘅桶嘅，同用樹嘅桶嘅，做出來發酵嘅兩個風味都係無共用。咪用變頭嘅條件，攏會影響到伊嘅風味。係哦。我不管做愛做，我米擺做嘅長度攏有差異。冇講米嘅人嘅手法把條件無共用，做嘅東西一定無共用。米頭是差真多。安尼，其實頭頭阿公有講到，好似咪睇做考科啲，係找人去
没错。按我们用讲按人做考克的都按爽快的吹人去。按凉快系咪？按凉系咪？系啊。不过我想，人去唔会本人菜，迄本爱产品菜，因为产品强热。真强热。人人去差不多拢吹一度土啊。18土，当然是土看水看天气。其实人。吹人迄温度，人一般吹差不多都23度拢最大，人吹到安尼，其实迄地方叫我唔爽快的按人。一天皮肤会够糟啊，出来的时候会个无按家适应嘛有意思，我被洗头的个长途拢无共用。系啊，也无法度也人去，因为台湾水又加上最近的落雨的期间。水气清重，做考克力有失败机会就高。你有冇讲？因为考克力是油质，台湾呢，假使落雨的时候，落雨空气中的有最多可能都50%的水气。唔睇灌木的时候，水气冇控制好的时候，水气把巧克力包在里边的时候，做出来木的就会，俺哋讲花瓣就会出来。哦，都唔讲诶。唔讲就大，要么就试色，要么就重新做啊。哇，安尼要请注意呢，莫等下做到最尾，张底下讲，会有成功冇，系咪？灌木的之后，摕平常摕下冷缩，摕下塑形的时候，俺哋可能就会表面一看就会滴呀，可能要打下，可能做食品来讲，俺最多就打下6太块，留个木的量就会重做，等于讲俺可能失败木的，咱可以成功死的木的。哇，安尼耗损的氯氢苔呢？时间啊，要做要考克力拢会花时间。安尼阿公你自家讲讲，你卢卡的产品哦，你卢卡的考克力的产品，其实係點來？記得你哋有機會喺品嘗我哋嘅產品嘅時候，伊個色味啊，我哋講蝦米色味啊，真大，順口度真高，比我接受度嘅程度真高。爸爸。因為萬一我自家去教，就係想法同教過。萬一爸爸發酵嘅經驗去改變咧伊個色圖。哦，你都睇考克力適方來，係苦嘅也係酸嘅呀？微酸。味下伊批的味下，但伊細細嘅苦味，唔會講清苦。伊萬有伊個我哋講水果，唔係水果香，有堅果嘅嗰種嘅香味。其實我自家個人來講啦，吼，我是考克力時，我是個好食嗰種苦感嘅，個唔好食到又酸嘅。不過我聽講考克力本身佢都有帶有個酸味，係咪？酸味伊個果實嘅時候有水分或供應嘅時候就會帶成酸。酸嘅時候可以利用我哋咧睇下烘透嘅時候。睇下我哋配就烘透嘅時間溫度可以改變嘢酸。可以用一個方式將佢嘅酸味拿去。係啊，為青島條件種植嘅就講過山丹紅嘅，還有天氣過寒嘅地方，還有品種發酵，還有烘透嘅技術，也得5態條件。哇，咁多條件就會影響伊嘅最大嘅風味。最主要風味啦。人這個頭都我談到有品種嘛，人種嘅可嘅品種，睇品種來講，大部分都共用嘅嘛，因為我看嘅個個都生嘅都差唔多啊。混合種嘅，伊個 DNA 亂算混合種嘅。因為我看呢度有些個圓個細粒，嗰種木瓜平面咧，有些種苦瓜粒粒曲曲咧。還有粉嘅就講伊個品種做起考克力會帶酸味個明顯。還有綠色會轉黃色，就我哋講嘅綠色的品種。我說人哋還有品種，還有安尼分，不過大部分都係算混合嘅種。你講可以看到一紅色係乜嘅內筒嘅後台，一個顏色係乜嘅品種嘅後台，我哋可以安尼去檢記伊。伊嘅因為伊係公嘅還有馬嘅法去搞法，還有透過粉啊蟲嘅關係，伊能會成功去輸粉。關係，所以假使成日有粉嘅，成日有6個夾起來嘅品種一定混合嘅嘛。
来到台湾之前都一天分下，莫讲台湾有乜个纯的品种。不错，假使讲有人讲啊，个可可个品种迄纯的，佢唔错，应该係。安尼糖就好，安尼去參考就好。應該清困難吧？對阿公安尼分享嚟講。係阿公個簡單就像人一樣啊。係啊，你嘛一推隔出來嘛。真是。啊，你既然有按好嘅原料嚟做一個可可嘅嘛，啊，你更加地杯點嘅地杯有哪一類巧克力嘅產品？而家目前我帶幾項嚟啲黑巧克力。嘅盤地杯無色嘅。還有一啲我哋講生巧克力，因為生嘅啦，有啲是愛用日本話嚟講生巧克。生巧克就新鮮的意思，那麼係有啲是脫生。不過因為生同熟嘅意思也新鮮的意思。哦，係，就像生秘魯一樣，人家按你燙就人家就燙的是新鮮的秘魯一樣。按你講新鮮的巧克力，佢係乜嘅定義講？佢係新鮮的，一定有啲標準吧？乳製品，要加乳製品，啊，標嘅時間加過短，所以我過短的時間你同適合去，保鮮的時間過短。所以我哋講嘅生巧克力嘅原理就係啊，佢最後睇一檔葉子女吧。人長項我哋講生嘅啦，啊人都快過叫一下。哦，啊你哋生嘅巧克力會唔會有什麼大嘅品牌講10天嘅巧克力？就買到時候有些人會唔判得實。啊，比如冰箱，你睇冰箱又唔係專門冰巧克力嘅冰箱，你冰菜、冰肉、冰嘅按到。邋遢遢全部冰箱下。錯，啊，輕容易就3萬鞭子。啊，又打電話講，哦，我一檔你之前買，我今仔晚時等我講，過期人叫嘅什麼的就借伊。啊，可惜，我講，啊，某種數到嘅產品就不用冷凍，伊人會防止講，伊鞭子的機器安尼。哦，啊，你而家生嘅巧克力，個交貴吼，啊，你阿公唔睇製作而家生巧克力嘅時間，有多個困難嘅部分冇？有一個故事係講。因為冇現場講，啊，我哋條件是做清都是派，產品即係的，跟住我爸講，有啲東西萬有好髒，就講萬有好嘛嘅去利用啊，講我哋呢技術有冇人教，咁樣嚟即係，清楚係飛起伊啲成果嘅，成效伊嘅聲音嚟樣，啊，我哋產品呢是成功嘅產品底下係。公本嘅阿婆嘅時候，都好我哋記者會，屏東嘅巧克力產品記者會嘅前2年，阿婆都好高興。哇！係啊，都好安尼啊，同爸講安尼咁嘅人氣。啊，爸爸又講啊，既然已經都到嘅啊，產品嘛做出來嘅，就順利同伊啊，佢哋巧克力哦，公本阿婆啊，我哋就同記者會嘅發通同盤喺度去啊。不過阿婆安尼真是有看到人那個成果，就會真歡喜啦吼。阿爸爸也看到，終於成功了，是弄很按到嘅巧克力的境界。其實大家都一定會覺得很欣慰。啊，除了要個上嘅巧克力之外，中間嘅係乜嘅巧克力的體位嗎？可可體位其實行好可以直接做，就像堅果安尼是的。哦，一上嘅。行好都安尼叫冇去弄過，冇弄過啊。伊就做一啲我哋講養生的一啲產品嘛，吼啊，做伊本身就健身的一啲體位一啲產品，可以做領導安尼食，嘛可以換一些蜂蜜。啊，靠本件。一些咧也可以做像人堅果粉啊，有的皮嘛嘅師傅都可以做料理，可以清風天呢。哦，已經唔是餅，其他產品都係餅啦。好，觀眾朋友，聽到影片係唔係感覺巧克力可可係唔係清神奇呢？你看，按辛苦種出來可以做甜點，也可以做冷凍來吃。啊，不過還有哪個精彩故事，也係講無窮樣嘅利用呢？我哋休息一下，繼續來同大家說嘅哦。
大家看平常时啊，俺们在吃巧克力的时间，咱有注意到讲应用办事的，因为其迄伊咧细细冷淡啊，啊甜点，啊毋过更加有迄巧克力啦，做真好、真有像个品牌形象，哦，伊咧细细真高级的感觉。啊，亚种的巧克力是有冇个差别吗？也系有冇个特别的步骤咧？阿哥。咱来头都来讲个啊，人哋一般是巧克力甜点嘛，吼，啊，哪方来都是，啊，更加有做特别高级的巧克力，啊，有诶人会问讲，一般的巧克力同一种更好的巧克力，别人在试的时间有冇个差别，也系讲有特别的步骤冇？我个人睇下试，尤其喺巧克力的时候，我会帮伊对冰箱拿出来的时候，我会帮伊等几分钟，再来试伊的一般的长度。哦，帮佢推变。飞温哦，应该讲飞温时候，就像是一堆好的红酒。啊，真是按可以一步一步同人讲一下嘛，都在差别。简单的讲就好，而家一步一步我讲的时间当长。我唔怕，一般人嘅嗰有限的時間，以前過一些時間，反樣，拜託搞下一步一步嚟。有啲時間嗬。我就會先，比如講我哋也有一格，我就會先八個細塊啊。對冰箱拿出來的時候，我會講哦，也見那個1多分鐘前是一細塊，溫度是黑的，先燙下再，燙到米頭呢，沖個湯啊，燙個湯啊之後，你再是剔2、剔3塊。再過2-3分鐘、3-5分鐘的時候，你再是剔3塊時米頭。我去比較，燙到剔1塊同剔3塊也時間點。本來摕最好的飛溫，還最好用出來香味冇相同。真的假有安尼嘅差別哦？有，除非唔使買清吞。安尼，迄一般的有嘅巧克力可以安尼做，也係講其他嘅人一般的75%其他嘅巧克力也可以用安尼嘅方式來思考。其實大部分好嘅巧克力，尤其我哋講嘅岩米巧克力來講，大部分都可以安尼吃。一純嘅巧克力安尼食都有安尼差別。偏化性來講，就像伊在裡面的有加味，冇加糖冇加牛奶，對小溫、中溫到重溫的香味冇相同嘛。哇！巧克力嘛同樣。很神奇哦！很神奇。人家講那有可能，安尼食啊，人家本來搞啊，不會講真實的冇同樣。伊一般咱曉得用的，去品伊的好嘅巧克力的果實。哦。安尼巧克力安尼是可以配乜嘅鹽的啦，也係其他嘅東西嘛？嘛可以配是像飯條啊，還有條類嘅啊，叫堅果類嘅啦，還可以配茶嘛可以，配酒嘛做得。啊酒會配哪一種？紅嘅拍嘅？紅酒、拍酒攏做得。哦，其實佢清油嘅清冇講一定要限制哪一條，大家攏可以。你講配甲味嘅東西攏做得。總唔得去配嘛嘅人係配個太重嘅東西啦。像豆腐魚就配唔得，太重，加個海鹽嘅香味就唔啱喺度。哦，就會互相有衝突。冇就吃掉同巧克力米頭，變得嘴裡會變得。真反味伊個口感哦，真唔舒服。安尼相當嘅都感覺是蠻恐怖呢。安尼，你除了安尼食咧做出來固體嘅巧克力，還有乜嘅可以啉嘅嗎？我哋店方每等人過來店方就會啉一杯可可啊。我哋講啉咩樂可可啊。樂可可啊，唔係同嘅老闆人哋買阿華田嗰種可可。當然冇相同咯，冇相同嘅話，我哋就冇譬如講到那邊推廣嘅推廣嘅產品可以買暗號，我哋就可以用慢無條紋成型嘅巧克力嘅，等於講伊買係100%嘅巧克力，伊冇經過條紋成型嘅，啊伊就像安尼梧桐一樣有太細塊、太細顆一樣，就拿一天嘅比例加牛奶去融合起裡邊安尼。哦，安尼做出來，伊冇出油，做粉嘅話一定可以同裡邊油脂出喺。哦，嗰時候其他人最講巧克力可可底杯最重要可可脂，佢含在底杯。絕對係底杯嘅。哦，嗰時候佢真可以做一個新鮮的巧克力牛奶啊，安尼來食。做唔得講啊，安尼我呢度喺旁邊種做那個沖泡包。滷干呢？哦，原來差別睇下。經過伊的簡化加除油，聽到嘅通照。伊嘅養分成分就冇，伊嘅裡邊營養成分就冇咁好。
哦，嗰時佢有個考克啲牛奶，張可用聽人點嘅地方是，又冇法度講啊，我能來聽伊咧，啊能外送嘅種嘅冇。有機會我可寄冷凍包送俾你。冷凍安尼，佢唔會有影響嘛咪湯？我試起來吼，還係現煮現打最好食啦。哦，嗰時當然唔是來到屏東就試得到差唔多米湯飯有接近90。哦，90嘅米湯夠用，也唔會炒，因為而家真是千難得講，一天我去到點嘅方式。有時唔得。係啊，有時唔得。有可以邊按人買就只有邊嚟炒空氣。真是，哎，有一個算一個折中嘅方式啦，吼。按你講，這個行業條可可啊之路吼，按叫是5年的時間啊，未來這個盧卡還有乜個規劃嗎？規劃，爸爸規劃是替的整同其他做麵包的師傅點的配合，佢同安尼產品賣出去，還可以透過一定的技術產品，用更多的台灣的消費者認識講，哦，有安尼東西可以做出各特色的產品，不管點心嘛好麵包嘛吼，還有設計，爸爸最重要一個目標講，看可以到其他縣市來做分店哦，跨出吼，即係行出人哋屏東縣，係去到別的地方。好，唔過安尼東西目前風險還太大啦。也係講，唔過人即個有想到講，對一個靠可可啊嘅品種來做育種，也係講改良嘛。我哋就冇再去講做研究啦，就講我哋用一啲秉持就講。可以好嘅樹嘅好嘅果實去做點苗嘅，係。哦，其實阿哥我有啲問題哦，因為我哋更加吼，經過雲頂啊，然後其他嘅點嘅，更加屏東嘅可可啊，真有名。哦，不論係有得名嘅，係冇得名，反正屏東靠佢哋一個品牌打出去，哦，大家攏知。啊，我哋又讀到講，人家諾貝啊，有啲。仿冒，我哋講山寨嘅品牌，仿冒人嘅產品，也其他人嘅產品，應該有拄到過冇？像前年帶到去年嘅新年，佢係同我哋個個 logo， 我哋標頭，爸爸嘅標頭，我哋點樣用我爸爸嘅人嘅形象做嘢，我哋做我哋 logo 嘛。啊，個個拿去 copy 到一個中國嘅產品，講也係來自台灣屏東。啊，這隻中國竟然用拿人嘅標籤啊，拿人中文嘅名詞，咱改良雜誌。人家咩唔知啊？嗰時候提名路方、提 IG 方、FB IG 當方打廣告打一台嘅，連係攏看得到。太講嘅台北到屏東全部攏看得到，我打一台廣告。哇！安尼。你唔會想講，奇怪用有安尼個人出嚟按人用辦去處理啊？最後面就講聯合屏東縣政府，還有隔壁嘅刑事大隊，還有各大嘅屏東各大嘅業者，做一個聯合嘅公開嘅記者會。哦，來同大家說明。係，你講我看到 FB 一頁式嘅廣告，我充電器嘅冇天花。因為假使伊標嘅天花，人家就會講天花對哪來嘅。假使標外嘅天花，伊打伊廣告，人家單呢就會轉本外的。所以以前都用標上伊的賴嘅賬號，標伊的 FB 就會冇標天花。哦，重點之一啦。然後講，假使係對中國來說，以前都用詞係中國嗰邊嘅，中國大陸嗰邊嘅用詞，唔係台灣嘅中文嘅用詞冇相同。最後係講，安尼差別大家分開了，因為今日風貌應該親相像吧，除了地杯靠開啲唔係人哋之外，腦杯看風了一模一樣。其實他講有一個警覺性講，我看到有產品，我去 Google 再去想一下講，再去尋一下講，的確實係那嘢出來我打天花一門。確認下打的天花哦。原來天花真方便啊。像打起來打絲髮用絲髮打絲髮嘛冇貴啊，就來摸一下，好，也得係咩唔定要標安尼講用嘅嘢。係啊。阿講安尼談風來啊，其實人哋靠佢啲唔單槍睇台灣睇屏東，其實睇諾貝公園已經有一天嘅名聲啦嘛，錯冇？安尼人自家有想到講，去公園去推廣人哋可可啊，靠佢啲冇？係而家已經有喺做一個事情。我哋啲產品有長期同日本嘅業者
做配合吧。係啊。嗰時就種用辦法潛到日本，佢記得就請情義啊！因為有啲鴨仔係伊自家經營嘅，又來到台灣，伊曉得講中文，嗰時候我有時代下嘅訊息俾伊，時代伊啲訊息傳俾伊講，我喺屏東，伊嗰時候伊嘛請台灣嘅可可同咖啡，我要講我係來自哪嘅，有機會嘅時候可以來了解一下。就安尼搭上線。你安尼搭上線咧？安尼搭上線都幾。其實日本今年對一個點心啊、巧克力甜點嗰度今年也係真有研究，因為今年世界上真有名嘅巧克力今年也有嘛。今年適當人咧巧克力之後，今年有做乜嘅回饋俾我個，佢比較方有什麼嘅差別嘛？甚至一定有用機械的原料去，一定去自家加工嘛，佢機體會一定自家去加工。再用加上日本嘅最好嘅砂糖，手工嘅砂糖。1公斤就1000元的台幣的價位。又再帶用日本的電視，意思咧，真是好食。用人哋巧克力原料，一定加工，一定再用一定日本的砂糖，手工糖。哇，真是意思，我意思都會講，米糕同台灣做些米糕，真是冇可能。好食，嗰時候更加強用吼，佢行喺天然嘅原料，自家要提佢買安尼，係啊，買養人嘅，見下量嘛，一人一台。哇，嗰時候人更加從了同日本合作，好似咪係咪同其他國家合作嘛？買到香港、韓國買有買過。哇，咁厲害哦！全部係人自家都係人去同人接觸嘅嘛，吼。有啲人是透過朋友介紹嘅，又來到點嘅行，來到點嘅行，試到唔會差就買一些，係啊。而家大部分單咧買喺日本嘅啦。哇！希望其實像阿公人安尼推廣，安尼來做一個可可啊，呀，希望講因為嘅好，因為啊，我哋屏東可可啊嘅產業都係靠唔到咧，也希望大家繼續嘅同我哋支持，可能我哋咧巧克力啦，下一次可唔可以吼打出去我哋屏東係巧克力嘅王國啊咧？從以前台灣係乜嘅蝴蝶王國啊，安尼嘅稱號安尼，越來越好，係咪啊？哇！希望下次咪大家向下嚟加油哦！好，多謝。觀眾朋友講到一邊啊，其實巧克力真是係一個超神奇嘅食品呢。唔看可以做甜嘅，可以做鹹嘅，可以是做冰嘅、硬嘅，也可以做飲料安尼讓它來食。哇，真多真豐富。也希望大家有閒嘅時間可以向下嚟我哋屏東嚟了解一下我哋可可啊，屏東嘅可可啊，有乜嘅好品質，甚至於講分享俾大家人。提供我哋屏東還有安好嘅產品哦，今日請感謝阿公，唔帶來安好嘅可可啊產品啊，同安精彩故事哦，感謝。感謝，多謝大家分享大家人來了，多謝。好喲，安尼提下嘅時間，向下來運動一下，增強自己嘅抵抗力吧。各位鄉親大家好，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我係王正祥，定係偏係潘先生，也偏係蔡先生。今日教大家人嘅運動呢係刺激導演，請鄉親可以來同我哋共下來做。今家同大家人介紹嘅動作呢係左右開弓，左右開弓呢首先呢，我哋呢腳呢手柄下來，我哋腳向前踏一步，個踏步一些哈。我哋呢手呢，然後呢，今我係右腳，我係右手徛放起來，右手係強嘅，左手係尖，左手係尖嘅時間，我哋係卡拳頭，向後綁對後背，綁對後背。我哋呢眼神眼住停頓，我哋呢手卡拳頭一隻手困頓吼，我哋手放來時間，同我哋呢肩呢變鬆來。表送來，我哋呢隻手呢一跪倒轉來，我哋所以我哋一呢一次一次，好再表一次，我哋綁放起來，綁放起來時間，我哋眼住停頓嚟，我哋看後背，再豎放起來，再一次綁對後背，我哋喺彎腳嘅時間呢，
等松树变下来，松树变下来，等前面脚竖放起来，另一只脚呢欠出一步，等更加迄左腳欠出去左樹愛打完來，等呢右樹等係尖呢，尖呢愛綁嘅時節，綁強嘅時節，等愛綁開來，綁開來，沿住呢愛停對，等呢樹看嚟後背去，看嚟後背。多轉嚟，我哋樹一變鬆嚟，變尖嘅時節變鬆嚟，我哋搖一轉樹，再跪多轉嚟，再變出去，鉗頭再卡出去，再一次綁，尖嘅向後背綁，搖骨停頓嚟轉，轉嚟後背去跳拿，沿住看我哋嘅樹棍，變鬆嘅時節，我哋嘅搖骨多轉嚟。送出去，再一次綁尖，綁強嘅，變鬆來。等樹多轉來，樹轉嘅時節變下來，松樹變下來。更加呢，我分解通常呢，要記得我兩隻腳欠出去嘅時節，我係右腳喺前面。我右樹一定要打完了，也右樹呢係強嘅，因為我哋一隻樹係尖嘅，尖呢要綁強嘅時節，我哋想講我哋要殺尖嘅時節，我強嘅一定要尖嘅一定要綁對後背去，但係強嘅呢要綁開來，綁開來，所以綁開來嘅時節，我哋眼神要睇到嚟開來，開喺我哋嘅胸前。等你向前的，我尖呢變鬆嘅時節，我腰骨轉到轉來，腰骨做咗我尖呢變鬆來，我強嘅一定要跪到來向原來嘅地方。點解要殺尖嘅時節，我哋想講，我右樹右樹係強嘅，我左樹係尖嘅，我尖變嘅強嘅好，我要殺尖，我係咪同強嘅？強開來，尖愛強嘅行，幾條線嘅強嘅行，強嘅綁開來時節，我尖係咪向後背綁？向後背綁嘅時節，我眼神也會轉過來，我跳拿停對我樹來轉，我尖愛變鬆來，我尖呢愛變鬆來，殺出嘅時節，我腰骨愛做轉來。變鬆來，我強嘅愛跪位跪喺多陣來，我愛揾片呀，我松樹松腳樹放起來，揾一片，我左片左腳綁出去，欠一步出去，我變咧我左樹係強嘅，我右樹係尖，我右樹係尖，變嘅啲強嘅行嘅時節，我愛綁尖。係綁尖愛殺出去，係咪同我強嘅綁放起來？掛尖嘅掛強嘅幾條線行，我愛綁嘅時節，我尖嘅綁嘅時節，我靠我腰嘅力量，同尖同嘅強嘅尖變嘅強嘅行，出去跳拿停對我哋呢樹棍尖嘅行。我尖嘅殺出去，我腰骨一定要轉，尖嘅變鬆來，強嘅跪來原來嘅地方，殺出去。所以我做嘅時節，我一綁尖，我都從起頭去包來，去包過後，我一殺尖，我都從尖嘅變鬆來，起頭殺出去。起頭都跳出來，一次一次練我哋呢跳戲，我哋呢跳戲呢會引來引台北嘅時節會幫我哋呢心臟循環呢都會改好哈，殺出去，變嚟呢，注意地方也係分解，注意地方係點呢？注意地方係我腳欠出去嘅時節，我腳嘅細褲，腳嘅。眼神腳嘅細步，細時節我記得我哋呢強嘅，我想講我眼神也樹同尖呢，
箭呢要撒出要看强的时节，下面外头的腰骨要转，腰骨对腰骨对外头的卡拉下时节转的时节要注意哦。外头转的时节，外头的眼神向前，肩头对头拿，同样转出去。转出去时节，外头的眼神我是把地啊后脚。啊，我撒箭的时节，我下面眼神要转到转来。转到转来，我树的强啊，要恢复原来的地方，也要注意地方係點樣。我要轉的時間呢，唔好急，因為唔急，但係眼神會扭到。我哋慢慢嚟轉，表送的時間也係慢慢嚟表，也係一個做的時間嘅動作，要注意的地方。我哋表送的時間呢，我哋要數腳的時間，我哋呢數表下來，腳也同樣表下來。表下來呢，我哋呢另一邊的腳牽一步出去，牽一步，譬如講我左腳喺前面，我一天左手左腳呢，右手左肩，肩要綁腳的時間，同樣我哋要用我哋呢卡拉行，我哋呢腰嘅要轉。肩呢要行綁下來，腳呢要綁下的時間，頭拿棍停頓嚟表看。肩呢要撒時間，我哋先對內，先對我哋呢胸前，我哋呢肩呢要慢慢嚟延伸，要轉過來，轉嚟肩撒出去。綁的時間，我哋注意我哋呢腳呢，我哋呢腳呢唔可以靠離我哋呢眼神貼近。離我哋呢眼神近，唔係綁的時間呢，會受傷。然後講，因為我哋呢腳呢要綁，我示範講，我腳呢要綁肩的時間，一定要也肌力，而肌力要綁的時間，腰骨轉出去，沿住看到我哋呢樹棍，我哋樹棍係尖。所以我哋呢樹棍表送的時間，我哋呢強的腰骨停頓嚟要轉到轉來。在綁的時間，記得我哋呢樹棍呢係尖的，也肌呢係尖，也個彎的時間係強的。我哋強的肩綁的啲強的好，我哋腰骨要轉，沿住眼神停頓嚟，可能後背。我肩表送的時間呢，我肩頭先痛，樹棍停頓的眼神都進來，都要注意。啲綁的時間要記得咯，我哋綁的時間呢，我哋呢肩呢臀強的合胸下，肩呢行的時間，我哋呢強的停頓呢要天天的引行，天天的引行時，我哋呢腰骨要停頓的轉。轉嚟後背，我哋歸來的時間，要對我哋嘅肩頭，天天嚟轉下去，轉下去。轉的時間要記得啦，我哋按嚟眼神要轉。今日呢，我連續動作教大家人的時間，我肩呢行，腳呢停頓嚟出去。肩的表送，腳的歸來，肩的行，腳的停出去，腰骨天天嚟停頓嚟轉，肩的表順嚟，腳的行，但係彎片松樹表下來，前面的腳豎斷轉來，我哋另一片再腳出去，右腳出去時節，我哋呢右手腳的左手係肩。所以肩綁的腳的好，我哋呢肩要綁開來時節，我哋呢腳呢要停頓來出去，腰骨停頓來轉，樹骨倒轉來，肩出去，腳呢停頓來豎轉來。
今家通常呢做的多呀，观众朋友有記得冇？係有記得呢，好好啊來運動，我哋呢眼神同精神會更加好，好好運動，我哋下一次拿來了。